公主，金家宣良一样对你忠心耿耿，并无做对不起公主的事，你为什么呢讲我背叛呢？金家宣良，你对错杀死乌道明手，你犯假强辩。公主，所有蹊跷。背叛情海强，就死路一条。假使金家宣良若死，将迄领紫金甲甲我扛起来，不得为命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对对对。快到！别动，别动！换刀开始。唔通别挂，唔通别挂。哎呀，危险嘛！林公主，金家宣良功夫非常厉害，虽然去互你拍着，但是呢，还阁有我大人杀死着自己兄弟。金家宣良岂敢抵抗啊？反背者的下场就是安尼了。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可能中计，来人啊！赶快落这个深沟所在找金家宣良啊！准备吧，好，对。前海江侵造出来武略军的武功，甲以前大不相同咯。是武略军的出水高粱绝技。乌夹在天心表上学到李亚神宗的功夫，躲过武略军必中别攻击。阿霸王已经不是以前的阿霸王，但是我武略军也非以前的武略军啦。武略军招招逼近，但是乌夹只有躲闪而不敢动手。乌夹希望能使武略军知难而退，弃车归心。可惜武略军伊不能先发干扰，这个时阵乌夹应付起来也非常的吃力。北海三大名师昆仑元人也特别赶紧帮助乌夹化作必中必落。这个时阵的必中必看北海三大名师较为多智夭夭，走为上策。哎呀，危险嘛！对啊，小等，各位前辈千万唔当去冒险。我看这个人的心已经死了。完然亲像行尸走肉的活死人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乌夹虽然有理，让他去吧。乌夹，你最近可知前江湖所发生的奇怪事情吗？哦，金家宣良之谜吗？不错。是毋是有两个金家宣良呢？这个也是我乌夹所关心的事情。各位前辈，过时咯。咱也就赶紧调查金家宣良之谜。对。无看。这金家宣良到底怎对去？迄时头也生出鬼魂呢？好惊人的神秘人物。金主啊，别急啊！对阮的脚步声伫遐呢。对阮脚步声搞不了，我哪会骗你？人就走，人就走。喂，出来！有胆量哦，你就路面出来一决雌雄。我仙草王唔是干那卖仙草尔，这人武功玩真强呢。迄老是老波多米诺，来吧，对阮脚步声。来啊！闪开，让我的对方官来给收拾。
人叫赵勇。我知。点名。哎呦，下步声点名呢？哎，别急啊！咱迄树啊，甲你也无完手，你无代表咧斩树啊？我哪会知？啊对了，第一名，只要哪个人？我点名。奇怪，脚步声又点去？你看到鬼唔惊呢？你天光啊啦，脚步声已经消失啦。安尼看伊自称乌鸦代志去对分脚步声，实在有名不虚传呢。这个人贯彻在夜间行动，神出鬼没。最可怕就是这种声东击西的战略，使我对方官失手，实在真见笑。而兵家胜败之上，你何必自责？看对唔对？对，提过兵家。各位，这个鬼魂脚步声是查某囡仔呢？你哪知影查某囡仔？灵音察理，感貌辨识，敢若听伊脚步声就知影讲这个是查某囡仔。命我贵个，安尼这雷公哦，莫怪讲你咧做医生，你做医生望闻问切真精通，听脚步声你就知查某囡仔。陈草翁啊，我看金车大人可能去互这个歹徒斩杀咯。我跟你讲啦，目前哦，还佫未去互因杀死啦。你哪会知？时阵你敢若看病尔，根本你对事情的变化吼，无够敏捷啦。你别甲想看卖。如果伊若想得要杀大人，迄正日伫咧正气山庄就甲抬咯，哪有讲留到现在才要甲伊杀，对毋对？你讲安尼嘛真有道理。我甲伊想起来啊，因掠大人另外佫有一个目的咧。对。好啦，莫对啦，你等去看病人，若有代志我会甲你联络。过时。老前辈，因掠大人另一目的，咱都爱分咯，无一定会探出一寡情报，会当救出大人。对啊，赶紧分落来去暗访了。落下旗袍颜相辉，明月西路阳孤影。狄玉髓独自徘徊湖边，伊有心内温情，唔敢对雷公的倾吐，所以盼望有一天，雷公会当了解到伊的心境。初次离开故乡，予阮感觉心茫茫，真有啥物位在阮的脑海中，不时都问问地思乡。既然流浪他乡，何必苦怕啥苦乐？真着做自己的理想，明日有明日的春风。喂，玉髓，我等来啦。先生。好啊，叫你莫叫先生，你定都免咧叫，叫甲迄个酸男，听了真袂习惯。什么？这是礼貌呢？最简单的礼节。什么礼貌？礼，你若伤济我会惊啦。古人伫咧讲礼多必诈，你知唔知？什么啊？你讲礼多必诈，枉费你安尼精通医术，连起码礼节都唔知，难怪人伫咧叫你土雷公。土雷公就土雷公是要安怎？我上讨厌迄根假善假德的。随在你啦，我好心无好报，我以后拢袂问你啊啦。莫问就莫问了，啥意思？气死人！土雷公，拜托你救我性命吧！我叫静海公主用气功拍着迄救我性命吧！兄弟啊，让这边听淡薄哈。
这摊生意我等足久的呢，你唔通咁样拍刀啥位呢？啊？民工啊，哦，小看娘这边专家的等真久啊。先生啊，这个歹人我唔通甲伊医啦，你若药等好养伊袂死，这个人若无死哦，以后后患无穷哦。你要把啥话？救人的性命就是咱神圣的任务呢，管你是好人啊歹人。那金甲宣良啊，这包药丸互你，一日爱食3粒，哦，啊你都要耐心食哦，100天才会好，啊你袂使生气，袂使甲人相杀，有听无？多谢，多谢啦。好，啊你耐心听，啊我耐心等，总有一天等到你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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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人伫咧无？小龙，我就是叫做王阿盘。来了创啥？啊，我都要来找德姑娘哩。你找要创啥？看病哩。看病？哼！有正牌医生踮遮，你唔找，你找迄个唔捌半行的护士啊？谁讲的？我讲的。啊你到底啥？天顶上大迄个雷公就是我。雷公哪有路用？人德姑娘哦，生得很水咧。啊，我若看到伊哦，我的病就好一半咧。啊，若看到你这面这么歹的雷公啊，你的病愈严重。啊！你敢藐视我？安怎？人要来找我，你都无欢喜是毋是？放屁！哼，无风度医生啦，你看卖咧，人这个王先生哦，风度斯文。风度翩翩，风度翩翩。迄人嘛生得真水啊！姑娘，你到底行啊来？来行啊！我是正宗的小生，小生啊！哼，三家食饲了杜丁，啊文无像师生，武无像壮丁，这种人我上讨厌。你看袂惯，但是我看了吼真顺眼，对不对，王先生？对，我王阿凡哦，伫行讨的运。惊你个戆头啦！我是讲哦，今仔日你对我，甲以前对我哦，拢总无共款。你可能发现我王阿凡的优点，温柔体贴，而且好啊，赶紧来看病啦！哼，看病看查某啦，看病。无你的代志啦，迄是我的顾客，你管袂着啦。顾客，哈哈哈！这是医院，毋是酒家呢，你会讲唔对也袂啊？先生啊，你捌散坏？迄病人哦，最重要就是心理治疗啦。对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啊好啊啦。啊！你个头疼还袂好咧？哎呀，我昨夜晚袂记你讲，我逐个咧疼。哎呀，我遮咧疼，哎呦，我脚腿咧酸啦。我遮咧疼，胸坎。德姑娘啊，用你的玉手来甲我按摩一下啦，按摩啦你若甲按摩，我就袂疼啦。这也毋是马杀鸡按摩院，你若真正身躯拢伫咧疼，我保证互你拢袂疼。先生啊，点啊咧！头大个会耳鸣，甲撒娇袂耳，这只就是狗耳。来恁咯，我今日甲拖入去住院啦。我知，拖入去。你当真高兴就入去。那王阿盼做人啥有够盼，无病就咧假病，你说可能有够气，安尼互伊去入院淡薄啊。先生啊，莫叫啦！你食粗心，食醋，笑的，我咧啉豆油的。要无你哪会对王阿盼安尼啊？爱管小白脸，无我教训一个袂乖。食醋若唔敢承认吼，安尼毋是算男子汉大丈夫呢？男子汉的价值只有男子汉这名笔啊！你捌啥？这人男人吼，拢嘛会体贴女性，你敢知？啥物叫做体贴？像王阿盼对我迄一款的体贴吧？迄款的，大家来学嘛会。有影无？敢若我学袂会。气死人啊！江湖的主神家，千心魔当盖棺定论阎王赛，拖着空棺跟随着金家宣良的后面，因感觉金家宣良这个罪恶者已经离死亡不远了。喂，阎王赛啊，拜托你啊！我一年我拢无生意啊呢，
啊，迄金家善良，就爱留咧方圆呢。啊，假使你若想要甲我分，我那会使啦，吼，一人分一半啦。啊，你分生体，啊，我分迄领金家，吼，迄领金家我若分着，我就变成大富翁啊你呢。总有一天等到你。干王朱天武已经受国法制裁，伊的查某囝朱思玉也被判入狱。这个时阵，干王之子朱贵龙高苦伶仃，流浪天下。伊想着要结合解救着伊的大子，离开着这个险境。可是，受了恩人有钦惜年安慰甲极力劝导之下，使伊进退两难，心理的矛盾。我要救我姐姐出来，我一定要救我姐姐出来。宅主，千万唔通一错再错。有伊的途径，你就需要见光赎罪。你所知影，救罪犯就是甲罪犯一体同罪啊。叛乱罪就是强体救赎，你可知情吗？我的阿爹死，姐姐受压，我失去了亲人。我活在当今的世上，还阁有啥物意思？啊，宅主，千万唔通积极，唔通冲动。啊，你都要想一切后果啊！我的运命，我的运命。运命可比海上的芳醇，有时风和日丽，随心所欲。不过晴天霹雳，风雨交加，船只受了波浪的冲击，摇来跃去。这个时阵，运命掌握在你的手中，只有靠你临危不乱、坚定的意志，向前冲呀，向前冲！运命，我要向你挑战！人生运命多风霜，啥人无破浪？只有境界爱坚强，唔通来悲伤。退出着咱的笑容，坚定意志向前冲。唔通予运命来安排，期待早日的成功。宅主，你有看到吼？运命之神虽然是一个半身不遂的人，伊每日靠着这个拐杖在咧行动，可是伊的功夫非常的高深，伊的意志非常的坚强。伊有可能突破万难，难道你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青年，无法抑制犯错，无法忍受打击？啊，宅主，你就要三思而行。好，好，我真敬佩着这个运命之神，我愿放弃结角的念头，我愿重新做人啊！宅主，我真欢喜，我会照顾你啊！多谢圣莲姑娘啊，随我来，带路。啊那钦切大人唔知叫这对阮脚步声来做伊，先找拢找无。哎，先草王啊！大条的，你这创啥？啊，大家咧找大人找到无啥啥，你点咧创啥？先草王啊，我无讲你拢全然唔知呢。哦，我去拄着一个天下间功夫上好的好阿爷呢。啥物好阿爷啊？我讲你听啦，都安尼你咧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我即马就是咧甲伊交陪啦。伊这好阿爷听人话听有，但是袂啥样讲。我即马咧教伊捌字，啊，煞来去佮教伊讲话咧。啊，想讲甲伊交陪做好朋友，后届咱请伊援助来去破春风园掠只歹人哩咧。安尼真赞。过敏的呢？迄过敏的，都每日拢嘛陪咧好阿爷伫咧树仔尾顶乌大咧，电轻工伫咧佚佗。
啊，迄花爷吼，足爱耍的啦，啊，若伫咧树仔顶拢过敏的，伫咧烘焙，若伫树仔骹拢要招我小宴，伊咪叫我摔甲头青目睭日咧。花爷吼，伊是森林之王呢，吼，伊若咧叫我安尼挨落到地，迄虎霸西枪，规个野兽拢会集合，拢听伊的命令呢。咁安呢？你若唔信，我带你去看嘛。哦，来去看一看便知道。好呀，糟卡半屁股个对头，你走小紧，我惊叫吞落呀。哈哈，这个人嘛个咋？哎呦，恁娘我几个半天煞伫咧人家里。哎呀，哦，仙草王，你个三比八，摔来到地那翘一个骨头拢叫咩衰？仙草王啊，恁来对着来？对着来呐。这个花爷实在功夫够真了着。走去树尾顶头上飞的功夫这小样，万人莫敌。这个人嘛个咋？真巧哦！甲看伊感情就知影这个拍算是好气大汉的，规身躯拢发着好毛啦。我自我介绍，我做仙草王。请问你唔知道什么大名吼？好啊，拜见天上。好啊，拜见天上。是讲啥？哦，仙草你听无信，伊讲伊好字白金铁刷。好字白金铁刷。伊的名叫做好字。名叫做白金铁刷。是啊，这白金铁刷的名，我都冇听着。大刘，你讲我这张图你啦，这张是要破春龙园，你赶紧要求破春龙园，我就要赶紧来去做钦差大人去。拜见天上，我有一日会来甲你见面啦，拜拜。好字，赶紧叫恁这好爸兄弟来帮助，来去大破春风园，建功立业啊！这个人嘛个咋？毋着赶紧好下。阿牛，大条的，安怎？来破春龙园行嘛！万恶罪过，金家孙良伊的上魂叮当又走到绝境了。回来！金家孙良，我今日一定得要为我姐姐爱奴的报仇，解决你这个万恶的大罪者，破刀！报应！现在军校得要威慑金家孙良。阎王师看官查是毋是得要逮这个金家孙良呢？可是当着过敏的，得要大破春风园会成功吗？请看续集便知分了。